繼續來看行政院日前核定無人機的計劃442億，結果讓國民黨團提案全部來檢閱。即擺考慮到各界的反應，決定要改做全部凍結。國內無人機的業者提出着意見，希望會當開放就開放，莫去做凍結，也若無恐驚會阻礙着產業發展的好時機。花蓮萬里溪房山烏葉樓真濟橋攏封起來。嚴格之所以會當佇第一時間發覺到潛在危機，攏得愛靠無人機的空拍。無論是入去山區，也是結合紅外線設備，攏會當快速掌握環境的變化。是講一張提案單，恐驚予搜救效能出現變數。這是進前行政院核定的472億無人載具產業發展通州型的計劃，卻予國民黨團提案針對115年度全部檢閱。嚴格技術是因為各方反對的聲音，要求改做全部凍結。不過業者無解贊成。我所了解的一些新創企業，他們其實已經在積極備料，一旦預算通過之後，要馬上來做這個整機。我們的立法院好好的去理解、認真思考台灣產業未來的發展。來看大商航太，敢若國家發展基金佔5到佔5成，其他是金融甲民間企業持有，直接投資陸準電機，這間號稱做是無人機核心大腦定義為指標性關鍵零組件工廠。那會由是系統整合甲通路延伸的角色。另外，無人機的業者昂盛科技是專門提供客製化服務。目前政策在一個處於模糊的階段的時候，其實會對我們業者在投入的評估會變得很困難。能開放就盡量開放，我覺得不要去做凍結或者是任何的阻擋產業發展的一個契機。面對客製化無人機的電池，會當提升飛行的效能甲時間。無人機的電源供應器，佇航拍甲農工業等等的領域攏用得到。業者希望莫影響到產業發展的契機。你們又在胡扯什麼？救災防災的無人機也被刪除。民進黨不做功課，連說謊都不打草稿。行政院回應，那產業界拓展飛航供應鏈會受衝擊，也一定會嚴重影響政府施政的延續性。無人載具法案的攻防也未結束。